我希望我可以学校的课业也兼顾，然后还有社团呢，我也想要玩。有没有预期要玩什么社团？有，我要去热舞社，我要忙死。有一个还蛮特别的音乐系一个组别是7年一贯制的，我希望我能够考上。那一天就是刚好16岁的那一年。我就是希望以后会考会考好，考上自己理想中的高中，然后大学要考好一点，就是希望会考的考试成绩能够达到我的理想。Well, one thing I really love about Tainan is it seems like the real culture of Taiwan is still very much alive here. So whenever I come here, I can see so many beautiful temples and these kind of festivals and ceremonies that you really don't see anywhere else in Taiwan. So I think it's really special to be here in Tainan. 我觉得这个就是一个传承啊，世世代代啊，就是台南市特有的传统，让小孩子有正向的思考。我这成人礼要没有遗憾，我还是有做过的。其实是一个很特别的意义，希望在他人生未来的道路上都永远记得他的16岁的成年礼是在自己的家做的。掌握市政3分钟，台南进步向前冲。欢迎收看《市政3分钟》，我是林依婷。青牛妈塞这早老会是台南的市定民俗，体现了家庭对孩子成长的关爱与期盼，也感谢青牛妈的保佑，让孩子平安长大成人。随着时代进步，完整的祭拜科仪已经逐渐消失。为保留这样的传统礼俗，台南市政府文资处每年都会辅导示范家庭在家办理做16岁，将这样别具历史意义及文化内涵的无形资产继续传承。现在就让我们来听听文化局长怎么说吧。我是台南市政府文化局局长叶泽山。今天是七夕，也是台南传统这十六岁的日子。府城200-300年来就有所谓的在家做16岁的这样子的一个习俗。一来是感谢青牛妈的一个照顾，二来是让孩子知道说，未来他所要承担的一些责任。所以现在拜青牛妈这十六岁已经是台南市的重要民俗活动，是庆贺说已经成人了，是说未来家计可以多了一份比以前更多的一个收入，因为孩子变成成人了，所以可以领到大人工的钱，所以有这样子的一个习俗存在。所以不管是在开隆宫也好，或是在我们目前的安平天后宫，很多的寺庙也都有这种集体式的做16岁的一个活动，以呼应目前我们现代社会可能家长没有办法在家庭帮孩子过16岁的成年礼，所以就会集中在家庭或是宗庙里面一起帮孩子过16岁。接下来请收看中嘉新闻。大家好，我是陈碧纯，欢迎收看中嘉台南地方新闻。下面有一连串的新闻报道，带大家做伙来关心。一大早虽然落起大雷雨，不过立委陈天辉甲议长郭信良已经伫西滨公路阿兰区段的本年桥改建工程视察。根据了解，该桥预计明年正月31号工程就当完工，恢复交通。当然，除了交通的需求，嘛渴望解决本年了海尾等所在淹水情形。不过，议长表示，地方局反映施工过程颠倒造成沿东里甲沿中里的社区中水。桥咧施工的过程中间有变道嘛，变道这边砸一半嘛，迄边旧的条仔坑搁砸一半，两边上面砸一半的情形，水咧流用比 S 型的嘛，所以就爬流啊。即摆整个的整体已经到12点啊。像刚才新街港有水的水落来了，这大，所以这个向北流向急速上升啊。所以较早旧年，搁较大的雨水嘛淹无到新社区的部分，即摆新社区拢淹嘛，所以认为里长真关心，我巴拉委员来处理这啦。对此，立委陈天辉甲负责工程的公路总局以及营造单位特别亲临现场了解原因，结果发现因为施工需要变道已经严重影响水流，所以要求伫桥面完成以后，应该当先拆除。偏偏也未享受工程的成果，因为即阵大雷雨佮淹大水。这若挡安尼吼，阮本年了的住户吼拢淹水啦。阮沿东、沿西、沿中3里拢淹水啦。因为这道
拢淹原底袂淹的所在，拢淹起来啊！啊，所以讲是毋是遮来造成冻水？啊，所以讲是今仔拜托委员来，是毋是会当家人改善一下？用种情形原始就捌发生过啊，所以阮即摆因为即个雨是差不多中大啊，无讲介大，但是时间上长，差不多将近要到差不多8点钟尔，规个里内规庄拢种水起来，啊，就过去捌发生问题，我想讲，抽水站正常咧运作，遮一定塌掉的。这个部分是拓宽，原本伊嘛是淤积啊，因为咱有争取到经费，包括咱争取到本能寮桥，甲咱这个本能寮大排的这个拓宽，这若无拓宽嘛是会淹，但是咱无希望是咧工程的进行当中，原本咱民众是有期待伊会当解决的，等到到尾无解决，佮造成着二次伤害。啊，所以咱今仔日特别来看，就是讲要安怎会当改咱这个这段时间是真的是咱大雨而且是豪雨，甚至有时候这种极端气候已经不是我们能够控制的。一寡伫咱河道无应该老的已经变道，已经拢完成伊的工作，阶段性任务完成的部分，是不是先能够把它拆除，让河道能够比较宽广一点？律师公路总局团长当中嘛要求施工单位伫上短时间内面拆除变道，而且无牵涉施工需要的该清掉的清掉。台南新闻军及张硕维采访报道。安南区延东里、溪新里部分地区本来就是地势较低，容易淹水。不过，伫海东抽水站设立加上涵箱的改造以后，淹水范围已经大大改善。不过，地方烦恼受外水影响，现况抽排能力不足，所以市府水利局透过立委陈廷辉，积极向中央争取1.9亿的前瞻经费。要来将原本天马电台所在地新建抽水站，甲1万栋的地方池，相关委员甲第6号川局、市府水利局等单位特别到场会勘，因为卡伫用地也需要多次计划变更，所以要求市府一定要加紧脚步，唔通搁拖。毕竟现在极端的气候，雨是愈落愈急愈大。海尾甲咱的本能寮抽水啦吼，淹水的问题，其实咱拢是靠这5座抽水站嘛吼来做处理。啊，5座抽水站，咱即马因为咱慢慢将咱即个排水系统甲涵箱吼，规个拢接对咱即个抽水的即个水道当中，所以造成讲规个拢水入来了后，我们的量体抽水站的量体不够，所以即马开始慢慢的检讨讲，咱的量体要加大。啊，去年咱有争取天马电台要优先加大吼，因为这个最后它所有集中，其实最大的是在天马电台。啊，所以底这部分我们去年就有争取，那水利署有同意请市政府来报整个计划。那计划报了也核定了，也就是这个1.9亿，包括是天马电台的量体加到要增加1.6 CMS， 然后再来就是我们整个滞洪池前池的部分，总共经费是1.9亿。可是现在就卡到说，要都市计划变更，所以我们希望说，市政府的速度要加快，因为包括现在其实在安南区所有的治水预算，我都有跟中央争取到前瞻计划。那现在因为前瞻计划根本的重点还是要市政府有做出规划案，否则预算在那里等着我们，但是我们还是没有办法执行。对此，水利局回应，目前已经在进行工程的设计甲用地专案变更，如果顺利，明年5月就当完成变更作业，顺利发包。台南新闻军及张硕维采访报道。因为网红直播引用4当前的资料，讲台湾饲虾仔过程有用药的问题，造成饲虾仔养殖业大受影响。对此，台湾草虾甲养殖协会上午嘛透过议会来订正，认为网红无应该利用过时的资讯来打击本土的产业。协会嘛提出检验的报告澄清，绝对无用药，并且要求网红要向养殖业来道歉。阮今仔日并毋是要抗议啥。今仔日是主要是要声明，讲阮养殖确实无需要用药啊。阮最近这几年来养殖的辛苦一直伫友善友善环境甲这个藻菌共存这个养殖法个 AI 科技的监控之下养出了台湾优质好虾的水产品
这是不可否认的哈。所以说，今天开了这个记者会，是希望澄清各界对国产虾用药的疑虑，就是支持使用我们台湾的水产品安全无虑。上午出席记者会，除了议员陈坤和、蔡秋兰，另外还有立委陈廷辉甲郭国文的助理，以及市府农业局甲嘉义大学水生生物科的教授。议员陈坤和表示，网红引用资料是2016年食药署的调查资料，不过市府农业局伫今年的调查26件内底，并无发现有用药的问题。2016年的资料跟2020年4年的社会现状、养殖的现状已经非常大的改变。那再把过去的资料拿来提，而把现有的状况没有去把它厘清，没有去把它检视，我在想，这个对我们的收视的，对我们的接受媒体的这一些接受网络的这一些朋友说来是不太公平。针对他养虾的话，要能够多来辅导，尽量来取得这个产销履历的认证，能够确保它整个生产过程是这个安全无虞的。那另外，我们也会来针对这些水产的未上市以及在市面上的这些水产要进行这个药物的抽检的作业，要能够来确保说我们这一些水产品或是鲜虾都是安全的情况才来上市的，能够来保障我们消费者的这样的健康。因为过去旧的资讯会影响到民众的误解，相对造成饲虾仔养殖业生理大受影响。议员表示，进前因为疫情连带影响到民众来消费，不过现在消费渐渐回升，加上中秋节特别来到，正是农渔业的大好的时阵。议员呼吁政府单位要严格把关，莫互不实的指控来影响到民众的消费能力。台南新闻林根采访报道。暑假连伊特别结束啊，学生嘛要来迎接开学。教育局为了让学生甲家长安心，特别针对防疫措施展开超前部署，伫日前召开相关的会议来进行讨论。重点就是配合中央疫情指挥中心的政策，同时落实实名制登记、甲量体温等措施。就是有关量体温的部分那么是希望在开学2周内就校门口教职员工生进来，那么我们还是要量体温还是要量体温。那接下来如果呢一切都就绪了，其实就回到我们20号的决定，就是教职员工生基本上是自主管理量体温。那学生的部分呢就把他量测的结果记录在联络簿上，那么让老师知道。那如果在学校里面发生体温升高的状况，那我们会启动如之前所规范的，一定要通知家长，那带着孩子呢去就医，然后呢就医的情况也要回报给我们学校老师知道。其中针对上课期间家长也则是校外人士要到学校，除了实名制登记以外，也需要量体温，甲限定活动的空间。那至于门禁管制对外开放的部分呢，只要是非特定对象，比如说家长，那么进到校园，那叫做非特定的，我们一样要实名制，要量体温，然后进到学校内呢，一定要戴口罩，然后我们会指定家长的一个接待室，然后我们呢把小孩子带到接待室，那家长呢就不好到处趴走。那至于其他校园空间的这个开放，比如说学生放学之后、假日，我们还是维持对社区开放。那社区开放当然我们这个部分呢，希望能够某种程度落实所谓实名制的一个概念。那家长还有民众如果生病，我们就要拜托不要到校园来。教育局强调，如果有小朋友无办法到学校来上课，也将启动线顶的非同步网站，或者是课程的直播，让学生会使正常来学习，请家长安心。台南新闻郭博义采访报道。以音乐阅读文字，以乐曲串联生命。透过台南爱读册欣赏台湾文学，享受听觉带来的阅读飨宴。敬请锁定每晚8点半第3公用频道。
南回县大天府迎接一年一度的中原普渡，一向公认是南台湾上大的普渡场，祭拜奖品总价值超过1000万。不过今年因为可能疫情冲击，嘛配合政府防疫，所以过去5、6千桌的桌数，最后控制伫3600外桌。总干事强调，虽然桌数减少，不过澎湃祭品甲场面同款盛大热闹。今年的普渡吼，咱为着要配合政府这个疫情啦吼，所以讲庙方这边事先都说讲，这个桌声，像讲真拢是要降予剩2000桌啦。所以讲，伊若真拢是1500桌，咱来讲吼，你就1000就好啦吼。就咱打折啦，咱正式公文分啦，吼。但是出来的结果是这个3647桌啦。虽然无达到咱真拢是要来减的数字啦，但是总是伫6000桌，安尼嘛是有降落来啦，吼。啊，今仔日吼，当然疫情有较缓和啦，吼。所以讲吼，咱今仔日伫庙来讲啦，吼，庙埕咧嘛是闹热滚滚啦，嘛是搭甲一大片啦。今日虽然同款有大雷雨，不过总干事进一步表示，其实每一档普渡拢是选定农历7月初10，不过伊在这10几档连风台拢是闪过，嘛可以感受到五虎千岁神威显现，就参照普渡精神，就是一举数得。咱像咧讲第一，咱是普渡，即无魂无主的孤魂啦，吼。啊，一方面是来当五王赞五王的神威啦，一方面是自这赞普遍啦，人来普渡的吼，咱嘛捐献或者弱势团体啦，吼，所以讲一举三得啦。除了庙内庙外，嘛有带了越南等各地大商所组成的行善团来占卜500桌虔诚祭拜。阮这物件吼，内容就鱼肉鸡粽吼，果品有诶香蕉饮料。所以这内容和一般大家观念讲几块桌，其实是无内容啦。这物品介重要。普渡，阮是行善团注重这个祭品，要有够这个量安尼吼。南回县大天府的中原普渡，依照道教科仪，伫法师的引导之下，来占卜开香，祈求阖境平安。台南新闻军及张硕伟采访报道。亲近地方的舞蹈表演团体 HPS 舞蹈剧团，持续运用表演作品来关心台湾各种的议题。今年也延续去年的作品《龟》，推出更加深入探讨北漂甲国外留学等议题的作品《Return Home》，透过作品呈现异乡游子的心情，希望会使打动观赏者的心。我这次的作品叫做《Return Home》。其实我去年其实就已经尝试做了一档制作，叫做《龟》。其实对我来讲，今年《Return Home》其实是我的算是2.0版。那去年我都会告诉自己说，这2版到底差在哪里？其实去年呢，我觉得比较有点像是我看的大家可能对于一个就我们大家都在讲说在北漂，只是我看到比较表层的北漂，就很多大家都出去去读书啊或什么的一个概念。那今年呢，我看的是比较深层的，因为我已经回到南部10年了。那很多是我自己深刻体验，包含说我教的自己的学生都已经去到北部去读书了，或者已经呢到国外去求学，然后又这次因疫情的关系呢，可能呢没办法再出去读书，那他已经在这已经困了可能半年的状况下，那我从他们里面呢，我们可以去了解一下说，那你这半年你觉得在国内跟国外差别在哪？或者是你因为被封闭下来后，你觉得在这个台湾里面，你又重新认知说，那若是你留在台湾的话，你觉得你能不能得到更多的不一样的可能性？或者是说一定要出到国外去，比如说很多人说一定要去国外去交换，或者是说一定要去，比如说去艺术要去到算是我们都说要跨到国界才能够做艺术的耕耘呢？还是说在地我们就可以做不同的耕耘？会有不一样的差别，所以我刚刚讲说，你们不一定说一定要到国外，在国内也可以做到。那我现在就在用这个制作，想说我怎么样让我们的人才可以回流回来，所以用了一个 Return Home。这届演出上特别的就是舞台顶会有一个大型的装饰，这其实是天灯的放大版。
这是为了呈现天灯内面拥有所有的人的心愿甲想法。你们会想要把回忆，或者是说，你假使说我今天想要赚大钱，除了你去许愿，去庙里许愿外，或者是说你今天想要自己考上很好的学校，或者得到一个很好的职业，你会想要做什么？做什么样的方式去祈求？他们跟我说可能会放天灯吧。我说哇，那这是一个很好的媒介，所以我用这个方式来把它用在舞台上。所以我把 Return Home 我想要回归的东西，我想要借由这个媒介来象征出来。那大家都说，为什么你不用小小的天灯就好？因为我觉得天灯这个东西已经包含了我们每一个人所有的想法、欲望跟我们的很多的目标，所以我想要用一个很巨大的天灯，把我们所有的想法都包含在内。所以这一次其实我最大的挑战是怎么用天灯这个很具象的东西，然后用我们的身体很抽象的东西把它媒合在一起。过去 HPS 舞蹈剧团拢是由着一般人来演出，但是这届特别邀请专业的艺术表演者来参与演出，呈现甲过去无同的表演风格。加上这届舞蹈效果搭配光雕，互舞者的演出更加有丰富的意象。这届的表演将要伫8月29号到30号伫文化中心来登场，有兴趣的民众嘛千万莫错过。台湾新闻郭博义采访报道。今年24岁青年宋文祥伫大学毕业以后，目前是经营酒店的工程人员。伊讲虽然家己是本科，毋过当出社会无实务经验，透过政府青年就业计划，企业有1对1的指导，互伊进步真紧。现在各种基本电路维修、冷气、风机的保养等等，拢相当熟手。因为你刚进入职场，可能还没有安全感，然后可是这个计划，然后会有一个专门的老师。然后可以指导你，然后教你，然后培训你。技术上方面的话，其实提升比较快。类似这款肯学肯做青年企业表示，真紧地有3达，而且透过劳动部青年就业期间计划加码补助，大大提升教育成本。我们申请这计划大概已经有3年了，然后3年加起来的话，学员大概将近有30位，可以让企业更节省这个教育训练的成本。因为疫情对就业市场造成冲击，所以劳动部推动青年就业期间计划，对今仔开始到明年6月底为止，企业只要先聘用青年，劳动部就将补助企业每一人每个月12000块。补助上济9个月，上悬当领到108000块。这一次加码补助又适逢毕业季，我们希望我们企业的前进可以多释放一些计划职缺，多给我们年轻人就业的机会。洪嘉南分署表示，这摆加码补助拄好是毕业的季节，希望企业会当得到申请推出计划职缺，给予少年人就业机会。台南新闻管及林根采访报道。感谢你收看《中嘉台南地方新闻》，我是陈碧纯，咱再会。